歡迎大家嚟到麥樂玩嘅遊戲頻道啊！今日我哋嚟打呢個機動戰士高達克一全紅色使命。首先嚟睇下機體配置，第一步就係重渣古啊！咁啊零件啊隨便放啊，放個地圖炮。然後就係我哋之前活動啊 SP 化咗嘅比格朗格。咁呢部呢就都幾必須下嘅。咁跟住我哋咧就需要多啲擋，咁呢度咧就雙擋人巴爾巴洛，咁啊俾個哈佬去頂下防，咁啊上下專利，補少少傷害，零件啊差唔多就 OK 噶啦。最後呢個重點啊，紅戰士呢個副輸出都勁嘅，咁啊射擊。咁啊，擺我哋嘅戰狼駕駛員，然之後第二隊又係比格朗格，呢個係抽彈機啊，可以用其他機代替。然之後就係我哋最近打出嚟嘅兩個 SP 機體同 SP 人，然之後就係我哋嘅主輸出專用機搭呢個機師，冇呢個機師呢，就用呢個其他嘅接近嘅都可以，然後最後就補啲防啦。咁呢個最後我哋嘅倉庫管理員啊，一直陪我到我哋依家嘅戰友啊。咁我哋正式開始，首先係我哋回合。開場啊，放個地圖炮削血，然之後開始研究啊點樣慢慢咁樣接近我哋嘅目標。咁啊校好位啊，放地圖炮。咁啊殘血機一堆啊，咁啊開始校位啦，盡量將啲防禦機貼上去。我轉頭就係紅色高達呢，就會做主輸出嘅，幫佢擋晒所有嘅攻擊就啱噶啦。可以見到啊，紅戰士攻擊非常之猛，一嘢就打成10萬傷害。清咗啲空位出嚟，開始啊防機啊補啲殘血嘅敵人。然後我哋卡斯巴爾專用高達，可以見到啊，打接近20萬，打一下就秒一隻。咁呢部 SP 化咗嘅呢個馬沙專用渣古爾呢，都有啲實力嘅，不過咁當然啦，就唔夠抌好多資源落去升嘅機勁。唔夠傷害啊，兩部一齊，將啲防機調晒去越前越好。不過跟翻個畫面就唔好前得個卡斯巴爾就 OK 啊。
咁啊，紅色高達就最後都冇咩打，咁啊放個增加射程啊，再補一補傷害。反正佢啊反擊唔到，又唔識防禦，咁啊有技開技啊呢度。紅色高達又一嘢打爆對面。嗰個大型機啊係肥啲，不過紅色通常都係呢啲啊，一係渣古啊，一係就 MA。咁呢度啊繼續拗傷害啊，恰佢啊，唔夠手長。咁啊見到佢咧反擊嘅話咧都有啲痛嘅，咁呢度就躲一躲。好啊，咁我哋總共有6檔嘅。總之完成到我哋嘅使命任務就 OK 啦。咁我哋調啲後邊啲嘢出嚟做後備嘅打手。好，魔蟹出嚟啦。呢度同頭先一樣啊。對方依然係手短，咁呢度啊照推上去嘅啫，好多都其實打唔到人嘅。呢度上個 buff。呢度上個 debuff 之後啊，開始支援機有咁前推咁前啦。咁啊，卡斯巴爾呢，佢個攻擊類型呢，係屬於物理嘅。咁啊，上減防啊，物理武裝增傷都可以。呢度係差少少，但睇睇，其實再上咗 buff 之後呢，係可以打死嘅。咁啊開咗技，咁啊冇乜好開啦，照上。反正佢反擊啊，反擊啦，死唔去，死我都冇問題啊！呢啲唔係永恆之路，反正。所以呢度雖然有少少挑戰性，但係唔算話好難。不過可以用下紅色隊都幾有新鮮感。呢度開個補血啦，冇乜點俾人打過啊，費事一陣間唔夠血去擋。呢度呢，小心佢個地圖炮，佢呢得一步嘅話呢係冇問題嘅。咁佢就反擊，我殘血，佢都殘血。到佢回合反擊擊殺魔霸，可以見到啊，其實佢擋唔到第二下，
即係頭先啱啱播唔好血都 OK 嘅。有多啲回合，呢度唔使多想，繼續呃佢，繼續恰佢手短。相信大家都抽唔少呢啲紅色嘅機冇用過，我都係第一次用。いい盛り上がりだ。決めるぜ。哦，最後卡斯巴爾收頭，多謝各位嘅觀看，咁就完成咗呢個使命啦。